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本來應該係一生之中最幸福嘅時刻，但對沈之微嚟講，卻變成咗一場精心策劃嘅笑話。新婚大廈頂層嘅複式新房入面，周圍都貼滿大紅喜字，空氣入面飄住玫瑰花嘅香氣。沈之微着住繁複又沉重嘅婚紗，端端正正坐喺梳妝台前。婚宴啱啱結束唔夠10分鐘，佢嘅新婚丈夫顧成燕就已經除低咗戴喺心口嘅新郎紅玫瑰。顧成燕部手機喺床頭櫃上面劇烈震動起嚟，熒幕上冇顯示名，只有一個白色月亮圖案。佢接起電話，先係短暫沉默，跟住壓低把聲講：唔好喊，我即刻過去。沈之微透過塊鏡望住佢，顧成燕熟練膽拉開衣櫃，攞出一件深灰色外套。嗰件外套連防塵袋都仲未擦乾淨，係今日下晝先由助理送過嚟。佢攞得實在太順手，順手到好似一早就知道今晚會用得着咁。邊個打嚟？沈之微一邊慢慢除低耳環，一邊平靜膽開口問。顧成燕眯住佢，停咗2秒，嘴裏吐出2個字：晚晴。佢做咩嘢事？沈之微轉過身望住佢。顧成燕已經開始解開婚禮禮服嘅紐扣，換上一件一早準備好嘅黑色恤衫。恤衫領口散發住淡淡嘅木香，嗰種唔係佢平時慣用嘅味道。佢情緒唔係幾好，吞咗幾粒藥。顧成燕頭都冇抬淡回答。沈之微冇喊，亦冇掟嘢，只係冷冷淡望住佢。今晚係我哋結婚嘅第一日，你肯定要走。顧成燕動作一停，塊面俾燈光切成半明半暗。之微，佢而家身邊冇其他人，佢以前救過我，我唔可以唔理佢。冇喺呢個時候逼我，佢需要你嘅時候，你就一定要趕過去。咁喺我成為你太太嘅呢一日呢？沈之微把聲凍得嚇人。顧成燕眼入面閃過一絲唔耐煩。你有沈家，有你個首富爸爸護住你，你乜都有。但係晚晴唔同，佢只有我。聽到呢句說話，沈之微突然笑咗。原來自己乜都有，就應該連個老公都讓埋出去。佢低低頭，啱啱好見到顧成燕西裝袋裏面露出一個銀色手機邊框。顧成燕平時只用一部手機，而呢一部明顯係特登為林晚晴準備，一早準備好嘅大褸，一早換上嘅黑色恤衫，後備手機，仲有呢個咁啱巧合嘅求救電話。呢一切根本唔係臨時起意，而係一場一早準備好嘅離場彩排。今晚真正臨時發生嘅，只有俾佢發現咗呢件事。沈之微拖住沉重嘅婚紗企起身，最後一次問佢：你今晚行出呢道門，仲會唔會返嚟？顧成燕避開佢嘅視線，等佢情緒穩定落嚟，我自然會返嚟。好，沈之微幫佢拉開咗道門。顧成燕行入海嗰一刻，仲喺度講緊電話，把聲溫柔得好似水一樣。晚晴，我落到嚟啦。嗰把聲比起今日喺婚禮上交換戒指嗰陣，仲要溫柔成100倍。店門握埋，間屋靜到令人心寒。沈之微冇再打過任何一個電話俾顧成燕。佢行入衣帽間，用咗20分鐘將自己嘅嘢執得乾乾淨淨。新房入面屬於佢嘅嘢本身就唔多。顧成燕成日話唔中意屋企太逼，所以佢帶過嚟嘅書俾人搬走。佢中意嘅舊木擺設俾人嫌棄唔襯裝修風格，就連佢平時慣用嘅瓷杯都俾人換成一套套嘅水晶杯。助手周姨趕到嚟嗰陣，見到沈之微着住婚紗坐喺行李孖中間，眼眶頓時就紅晒。小姐勒到好痛啦！周姨一邊幫佢拉低背後嘅婚紗拉鏈，一邊偷偷咁抹眼淚。拉鏈拉落嗰一刻，沈之微背脊露出一道深深嘅紅痕。佢除低無名指上嘅婚戒，塞入手袋，最入面嗰個暗架。行落樓嗰陣，婚禮樓下嘅工作人員仲喺度清理現場，個個神色古怪咁望住佢拉住行李橫行出大廈。周姨喺車上忍唔住問：小姐，要唔要先打個電話俾老爺？唔使。
沈之微望住窗外飛快向後退嘅街景，淡淡咁話：返老宅，老老實實照直講。凌晨2點，沈家老宅嘅廚房仲亮住燈，首富沈正廷着住一對舊布鞋，企喺爐頭前浸黃豆。佢幾十年如一日，每朝早都要飲自己親手磨嘅豆漿。聽到門口有動靜，沈正廷冇即刻擰轉頭，只係淡淡問咗句：宴會啲嘢食唔飽，食唔飽。沈之微將行李篾擺喺門口，顧成燕去陪林晚晴啦。沈正廷隻手喺水盤入面放咗一下，水花中咗出嚟。佢臉轉身，由頭到腳望咗個女一眼，目光落喺佢仲未趕得切拆低嘅新娘髮綹上。你自己返嚟㗎？佢暫時未知。沈正廷點咗點頭，重新將黃豆倒入濾網，冇拍台，亦冇破口大鬧，甚至冇問個女當年點解死都要嫁俾嗰個白手起家嘅窮小子。企喺一旁嘅助手周姨忍唔住開口：老爺，你都講句嘢啦。小姐受咗咁大委屈。沈正廷將濾網放穩，抬起雙眼，眼神入面迸出一股難以撼動嘅霸氣。咁就將原本借俾佢嘅嘢，天光之前全部收返嚟。父親攞起台上嘅保密電話，只係撥通咗一個號碼，老張通知落去。沈家俾顧成燕公司嘅一切擔保、介紹、私人信用背書，仲有用之微名義承諾嘅所有供應鏈優惠，全部暫停。電話嗰邊傳嚟一聲驚呼，似乎喺度追問原因。沈正廷望住個女，聲音沉穩如山，唔係封殺佢，只係以後佢自己張台，等佢自己諗辦法企穩。凌晨2點20分，沈家老宅一盞又一盞燈接連亮起，命令好似風暴咁席捲全城。而30公里外，顧成燕正坐喺林晚晴嘅客房入面，溫柔咁遞上暖水。佢根本唔知道自己離開婚房嗰陣帶走嘅唔單止係一個新婚夜，更加係親手將嗰個托住佢足足3年嘅龐大帝國推咗出門外。朝早6點半，顧成燕由林晚晴嘅公寓行出嚟，佢成晚冇瞓，領口有啲皺，身上沾住白檀香水嘅味道。林晚晴企喺門邊，眼圈紅得啱啱好。成燕，對唔住，今日係你新婚第一日，你返去之微會唔會嬲？顧成燕打斷佢，之微唔係唔講道理嘅人，佢性格一向文靜。升降機門埋之後，顧成燕長長鬆咗一口氣，喺佢心入邊呢件事根本完全唔算嚴重。沈之微一向溫順，就算嬲，最多都係幾日唔出聲。佢打算去買雜花，帶埋一份佢中意嘅蛋糕，再解釋一下林晚晴當年救過自己嘅舊情，件事自然就可以過去。婚都已經結咗，全城嘅名流同傳媒都喺現場見證。沈之微冇可能為咗一晚就推翻足足3年嘅感情。佢坐喺車上，吩咐司機去買一份栗子蛋糕，再買一紮白色鬱金香。其實佢根本記唔清沈之微真正中意啲乜，只係記得有一次佢喺花店門口望多咗2眼鬱金香。不過當架車駛入公司同住宅區嗰陣，四周嘅氣氛就變得極之古怪。保安照常敬禮，卻冇好似平時咁熱情咁叫佢顧總。顧成燕拎住蛋糕同鮮花上樓，推開婚房大門，屋入面一片冰冷，毫無人氣。尋晚啲花瓣仲喺度，但屬於沈之微嘅嘢就全部唔見晒。嗰一爐書、櫃桶入邊啲首飾，甚至連浴室入邊嗰隻同豪華裝修格格不入嘅普通瓷杯，都消失得乾乾淨淨。佢唔係鬥氣攞走2件衫，而係將自己由呢間屋入面徹徹底底抽離咗出去。顧成燕攞出手機打俾沈之微，響咗6聲，完全冇人聽，再打直接俾人收線。一股前所未有嘅煩躁瞬間湧上心頭。就喺呢個時候，門鐘急速咁響起，顧成燕以為係沈之微返嚟，幾步衝過去開門，企喺門外嘅卻唔係老婆，而係公司副總程爺。程爺頭髮凌亂，神色慌張，一入門見到空蕩蕩嘅客房，開口就問：新娘呢？
返咗娘家，顧成燕面色陰沉，程爺倒抽一口涼氣，心急到一拍大咗，出大事啦！沈家撤走咗所有擔保，顧成燕冷笑一聲，撤咗又點？公司呢幾年唔通唔係一直靠我獨立經營咩？程爺好似望傻仔咁望住佢，深深嘆咗一口氣。成燕，你真係以為公司靠你一個人撐得起？你咩意思？南城嘅倉儲基地係沈之微走咗10幾轉，親自攞返嚟嘅。惠興公司嗰張3年期大單係佢攞私人資產做擔保先簽得成嘅。前年工廠差啲斷供，係佢喺人哋老闆屋企坐咗5個鐘，先至將人勸返轉頭嘅。程爺把聲越講越高，顧成燕面色微微發白。佢只係幫過幾次手，唔係幾次。程爺直接將手機掟到佢面前，熒幕上係一份整理好嘅項目清單，由原料採購、物流運輸到銀行融資、渠道鋪設，顧氏3條核心業務線上面，幾乎每一個關鍵節點旁邊都清清楚楚標住一個沈字。顧成燕死死盯住嗰份名單，把聲發顫：呢啲事點解以前冇人話我知？程爺望住窗外，眼神複雜，因為沈之微唔俾講。佢話你自尊心太重，最難嗰段時間都過咗，就唔好成日令你覺得欠咗邊個。顧成燕揸住手機嘅手指猛然收緊，指節泛白。咁佢而家點解一夜之間全部撤晒？因為你尋晚走咗。程爺指住牆上嘅結婚相，婚宴上邊個唔知你同林晚晴講唔清道唔明。大家肯扮聾扮啞，係因為沈之微坐喺你隔籬。佢一走，你嗰啲所謂白手起家同青年才俊就要重新照市價計錢啦。話音未落，顧成燕部手機就瘋狂響起，電話一接通，傳嚟商會秘書客氣嘅語氣：顧先生，關於中秋午宴嘅主席位，由於席位調整，您嘅座位暫時改到第2排。顧成燕塊面徹底黑晒。嗰個主席位係3個月前沈之微親自幫佢爭取返嚟嘅。跟住財務總監嘅電話打咗入嚟：顧總，銀行通知原定今日簽約嘅循環信貸額度俾人緊急剎停，對方要求重新評估我哋嘅資產，核心供應商要求縮短賬期，合作夥伴要重新審查現金流。甚至連佢長期訂做西裝嘅裁縫鋪都打電話嚟問顧先生，以前掛喺沈小姐私人戶口名下嗰幾套衫賬單係寄去你公司定屋企？因為沈小姐今朝一早已經取消咗戶口關聯。顧成燕企喺客廳入面望住手上嘅栗子蛋糕，忌廉已經冧咗，醬汁沿住紙盒慢慢流落嚟，睇落滑稽又可笑。佢突然醒起，自己根本唔中意食栗子蛋糕，呢個係沈之微每次買返嚟，自己食一小啖之後推俾佢嘅。佢一直以為係沈之微中意食，直到呢一刻先猛然醒悟，嗰只不過係沈之微無微不至咁遷就佢。而家佢連呢一份遷就都一齊帶走埋。顧成燕一手攞起車子，直奔沈家大宅。下晝2點，沈家大宅大門緊閉，顧成燕喺門外足足企咗4個鐘。沈家保安認得佢，態度依然有禮，但堅決唔俾佢入去。直到黃昏，沈之微架車先慢慢駛返大宅。顧成燕急忙衝上前攔住車門：之微，我哋傾下，你叫沈家撤走所有支持，係咪做得太絕？沈之微降低車窗，眼神平靜如水。你嚟揾我係為咗琴晚嘅事，定係為咗公司筆貸款？顧成燕窒咗窒，梗係為咗我哋。咁你第一句點解係問公司？沈之微冷笑：顧成燕，沈家只係唔再幫你托住屬於你自己嘅嘢，冇人攞走。你明知嗰啲條件一變，公司會有幾難，你一定要喺呢種時候提醒我係靠沈家起家嘅咩？顧成燕有啲惱羞成怒。沈之微望住佢，語氣冇半點起伏。唔係我提醒你，而係離開沈家之後，你終於開始清醒咁睇清楚自己。顧成燕拉咗一下左邊袖口，呢個係佢心虛嗰陣慣有嘅動作。琴晚晚晴真係出咗事，我只係去確認佢安唔安全。
佢壓低聲解釋，另一部手機係幾時買嘅。沈之微打斷佢，顧成燕動作一僵，大褸同黑色恤衫係幾時準備好嘅？之微，雲熙公寓係幾時租俾佢嘅？沈之微字字有力，顧成燕塊面一點點僵住。你調查我，我只係清理自己以前盲咗眼睇唔清嘅嘢。沈之微拉開車門落車。嗰間公寓係公司安排俾顧問住嘅地方，林晚晴算邊門子顧問？顧成燕頓時啞口無言。沈之微同佢擦身而過，今晚我唔送你，你自己返去啦。新婚夜，我問過你一次，你已經揀咗林晚晴。顧成燕企喺桂花樹下，向住佢個背影嗌：你係咪一定要將件事做得咁絕？我冇做絕，我只係唔再幫你留餘地。沈之微頭都冇回。當晚，沈之微親手寫咗2張邀請函，一張寄俾顧成燕，邀請佢參加下星期由沈氏主辦嘅慈善晚宴；另一張寄去雲熙公寓，收件人係林晚晴，署名唔係顧太太，亦唔係沈家千金，而係沈氏項目負責人沈之微。之後2日，沈之微留喺大宅個院入面，打磨一張由貨倉揾出嚟嘅黑胡桃木舊台。張台表面住厚厚嘅白漆，其中一隻台腳已經有啲腐爛。沈靜婷端住豆漿行過嚟，坐喺旁邊望住個女用砂紙一下一下咁打磨，想整翻好佢。沈靜婷問：底子係塊好木，壞咗可惜。沈之微頭都冇抬。有啲嘢維修成本比換過件新嘅仲高。沈靜婷淡淡咁講，沈之微手上動作停咗停。你一早睇出顧成燕靠唔住，點解結婚前唔阻止我？沈靜婷嘆咗口氣，有啲路父母幫你擋住，你一世都會覺得條路另一邊係花園，唔俾你親自跌一跤，你係唔會死心。沈之微望住爸爸發白嘅兩鬢，眼眶微微濕咗。下晝顧成燕再次上門，今次沈之微俾佢入咗院子。顧成燕坐喺張半舊嘅台旁邊，開門見山咁講：之微，跟我返屋企啦。琴晚係我處理得唔好，但晚晴當時食咗安眠藥，情緒失控，我唔可以見死不救。佢食咗幾多粒藥？有冇去醫院？沈之微問。顧成燕一愣，佢冇去醫院，你陪佢陪到天光，仲有時間喺佢屋企換恤衫沖涼。沈之微冷笑，顧成燕，你當我係傻噶？顧成燕面色難睇，我同佢之間係有一段過去，但我哋而家冇做過任何越界嘅事。結婚前3個月幫佢租公寓，送限量版香水都唔算越界。沈之微將一張購買記錄拍喺台面，嗰張係城南限量香水店嘅收據，送貨地址正正就係林晚晴間公寓。嗰晚你同我視像咗40分鐘，一邊叫我幫你改演講稿，一邊叫助理去送香水俾第2個女人。顧成燕，你呢份心情真係令人反胃。顧成燕徹底啞口無言，塊面一陣青一陣白。就喺呢個時候，門鐘再次響起，助手周姨面色古怪咁行入嚟：小姐，出面有一位林小姐想見你。顧成燕猛然企起身，佢嚟做咩？林晚晴着住一條淺色長裙，眼淚汪汪咁行入嚟，手上攞住一個牛皮紙袋。見到顧成燕都喺度，佢似乎好意外，跟住帶住哭腔對沈之微講：沈小姐，我唔係嚟同你搶老公，我係嚟將啲嘢還俾你。周姨由旁邊行過，冷哼一聲，每個嚟搶嘢嘅小三都中意一開口就話自己唔搶。林晚晴塊面一白，將紙袋放喺台面。呢封係成燕4年前寫俾我嘅信，我只係想你知道，我同佢唔係由你哋結婚嗰晚先開始。佢娶你只係為咗令公司繼續生存落去。紙袋入面有一封發黃嘅信，上面確實係顧成燕嘅筆跡，寫住等我行完眼前呢條路，一定唔會再俾你企喺其他人睇唔見嘅地方。落款時間係4年前。顧成燕急住想去搶封信，夠啦，晚晴，你亂講啲咩？沈之微卻冇慌，佢攞起信紙，仔細望住右下角嗰一行極淺嘅水印。林小姐，呢封信係邊度嚟㗎？
沈之微問。林晚晴昂起頭，係程燕4年前親手寫俾我嘅。沈之微笑咗，笑得極之諷刺。顧程燕，你冇同佢講咩？呢張信紙上面嘅山形暗紋係顧氏成立第2年，我親自去紙廠訂做嘅公司專用紙。4年前呢批紙根本仲未生產出嚟。話音一落，院子入邊一片死寂。林晚晴嘅表情瞬間僵喺塊面上。呢封信係最近偽造嘅，係咪？沈之微冷眼望住顧程燕。顧程燕低住頭，唔敢望林晚晴，亦唔敢望沈之微。林晚晴好似俾雷劈中咁，難以置信咁望住顧程燕。原來你唔單止呃佢，你連我都一直呃住。沈之微將封假信掉翻入紙袋，平靜咁講：你哋2個嘅爛賬，翻去慢慢計。我下晝仲有會要開，唔送啦。臨走之前，沈之微回頭望咗林晚晴一眼，慈善晚宴嘅邀請依然有效，歡迎你嚟。當日下晝，顧氏總部召開核心合作會議。以往顧程燕一入門，所有人都會起身迎接。秘書仲會細心幫佢拉開主位張凳，但今日會議室入邊坐滿合作夥伴，卻冇一個人起身。顧程燕強行壓住怒火坐低。財務負責人率先發難：顧總，由於沈氏撤銷咗信用擔保，我哋需要重新評估顧氏嘅履約能力，原定嘅賬期取消，改做即時找數。南城倉儲嘅負責人跟住開口：倉儲費恢復市場原價，唔再有優惠。顧程燕猛力拍台：顧氏有自己嘅實力，我喺呢個行業做咗5年，唔需要任何人幫我證明。一直坐喺最尾嘅副總程爺悠悠咁開口：程燕、衛興、張大丹係沈之微傾翻嚟嘅，倉儲危機係沈之微解決嘅，前年工廠斷供係沈之微攞自己私人基金嘅收益幫對方做擔保。條生產線先至冇停，夠啦！顧程燕怒吼，程爺搖咗搖頭：你企喺高處太耐，耐到以為係自己識飛，卻忘記咗一直喺下面幫你扶住條梯嘅人係邊個。會議不歡而散，所有合作夥伴都冷漠咁離開，只係俾顧程燕留低3個月嘅考察期。如果3個月內證明唔到獨立履約能力，顧氏將會面臨全面斷支。危急關頭，顧程燕收到林晚晴嘅信息：你公司有一位股東啱啱揾過我，話只要我願意，可以將股份轉俾我。顧程燕怒氣沖沖咁去揾林晚晴，林晚晴坐喺梳化上，慢條斯理咁斟水：你急咩啊？股份攞到我哋手上唔好咩？你當年應承過我，公司穩定之後會俾我一個位置。嗰封信係假嘅，但啲說話唔係假嘅。林晚晴冷笑：顧程燕，你成日走去沈家，究竟係為咗公司定係為咗沈之微？顧程燕擰開塊面：我係為咗解決公司嘅生存危機。你睇下，你心入邊清楚得好，佢比我更有利用價值。林晚晴一針見血咁撕開佢嘅偽裝：你去揾沈之微，唔係因為愛佢，你嚟揾我，亦唔係因為愛我。你只係需要佢證明你嘅成功，需要我證明你嘅心情。2個人爆發咗一場激烈爭吵，徹底撕破咗嗰層溫情脈脈嘅面具。為咗挽救公司急跌嘅形象同股價，顧程燕喺公關團隊安排之下，接受咗一間頂級財經媒體嘅專訪。面對鏡頭，顧程燕着住筆挺西裝，滿臉疲憊同克制，對住全網觀眾深情演戲。林女士係我多年好友，創業初期幫過我好多。婚禮當晚，佢突然重病，我出於道德同責任，冇辦法見死不救。主持人問：沈小姐係咪因為咁嬲到離家出走？顧程燕嘆咗口氣，語氣充滿包容同無奈。之微由細到大，俾人保護得太好，思想單純，對成年人世界入面複雜嘅責任同人情欠缺理解。我相信等佢冷靜落嚟，就會明白我只係做緊一個男人應該承擔嘅責任。專訪一出，網上輿論瞬間逆轉。
好多唔知情嘅網民紛紛讚顧成燕重情重義，係個有承擔嘅好男人，反過嚟指責沈之微嬌生慣養、任性妄為。顧成燕望住網上啲好評，終於鬆咗一口氣。半個鐘之後，佢收到沈之微發嚟嘅信息，只有簡短一句說話：下星期嘅慈善晚宴，請你當住大家面分享呢段感人經歷。顧成燕喜出望外，以為沈之微係俾自己一個下台階，只要自己喺晚宴上公開澄清，就可以順理成章咁重修舊好，重新抱實首富呢條大佐。慈善晚宴當日盛況空前，全城嘅政商名流、財經媒體蜂擁而至。沈之微着住一襲簡約利落嘅黑色晚禮服，冇戴結婚戒指，神情從容咁喺入口迎賓。顧成燕整理咗一下條深藍色領帶，嗰係沈之微以前送俾佢嘅禮物。佢昂首挺胸咁行過嚟，溫聲話：之微，多謝你肯俾我哋彼此一個機會。沈之微淡淡一笑，今晚講慈善，唔講私事。10分鐘之後，林晚晴着住一襲極之艷麗嘅白色禮服登場，身上陣白檀香水味濃到脹人。顧成燕面色大變，低聲呵斥：你點解會嚟？我唔係叫你唔好嚟咩？沈小姐邀請咗我點解唔可以嚟？林晚晴微笑住反問：你唔係要公開講我哋嘅故事咩？我呢個當事人當然要在場。晚宴進行到一半，主持人邀請顧成燕上台演講，聚光燈下面，顧成燕滔滔不絕、深情款款咁講述自己創業有幾艱辛，同埋林晚晴當年俾佢嘅無私幫助。人與人之間嘅善意唔應該因為身份改變而抹去，責任絕對唔等於背叛。顧成燕講到義正辭嚴，台下響起一陣陣掌聲。坐喺第一排嘅沈之微面無表情，既冇拍手，亦冇嬲。呢個時候，主持人微笑住接話：顧先生對舊朋友嘅照顧確實令人感動。為咗令大家更加深刻咁理解呢份責任，我哋準備咗幾個具體問題，想請教顧先生。顧成燕笑容一僵：請問顧先生，您由幾時開始承擔林女士嘅醫療同生活開支？根據財務記錄，近3年嚟，林女士嘅心理輔導費、豪華公寓租金同私人生活費，全部由顧氏公司嘅公款戶口支付。台下瞬間響起一陣騷動。顧成燕勉強保持鎮定，拉咗拉袖口：林女士曾經為公司提供品牌顧問服務，係咩？主持人打開手上嘅資料，但顧氏品牌部門冇任何林女士嘅任職或者項目記錄。請問呢筆巨額私人顧問費點解要挪用公款支付？顧成燕額頭滲出細汗，財務流程我唔係太清楚。咁再請問，你喺專訪入邊話婚禮當晚林女士突然重病，請問有冇送院？有冇求診記錄？你確認佢吞咗啲咩藥物嗎？顧成燕徹底啞口無言，因為林晚晴根本冇去醫院，佢甚至連林晚晴食咗啲咩藥都冇數過，全場鴉雀無聲。主持人每一個問題都精準咁刺穿顧成燕喺專訪入邊嘅大話，佢如果否認，就等於承認專訪係講大話呃大眾；佢如果承認，就一定要解釋自己點解長達3年挪用公款包養小三。顧先生，您照顧林女士長達3年，而呢3年啱啱好完全涵蓋咗你同沈之微小姐拍拖、訂婚同籌備婚禮嘅整個過程。請問呢個就係你口中所講嘅責任嗎？主持人把聲字字有力，台下議論紛紛，所有名流望顧成燕嘅眼神都變成咗望住一個令人反胃嘅賤男嗰種鄙視。顧成燕慌亂咁辯解，唔係，只係普通朋友之間嘅幫助。就喺呢個時候，坐喺後排嘅林晚晴突然企咗起身，佢由手袋入邊攞出口紅，當住眾人面補咗一層鮮紅唇膏，冷笑住行上台。顧總，你係咪唔記得咗嗰啲顧問合約係你親手叫我簽嘅？顧成燕面色鐵青，低口住話：晚晴，你坐低，呢度係慈善晚宴。
我坐低，林晚晴把聲突然尖銳起嚟。新婚夜係你主動走嚟嘅，公寓係你租嘅，香水係你送嘅，備用手機係你買嘅。你每次簽完合約都同我講，嗰啲係為咗等我活得體面啲，等公司穩定咗就俾我一個名分。而家當住全城人嘅面，你點解又唔敢認啦？轟！全場徹底炸開咗喎。記者啲閃光燈瘋狂閃爍，攝影機死死對準台上嗰兩個人。林晚晴甩開顧成燕拉住佢嘅手，歇斯底里咁大嗌：你唔係最重情重義咩？咁就當住所有人面講清楚，你到底欠咗我啲咩？顧成燕企喺台上，面如死灰，成身震到好似西康咁。沈之薇慢慢企起身，行到台前，平靜咁同主持人講：接落嚟嘅流程繼續。顧成燕失魂落魄咁望住佢：之薇，呢啲係你安排嘅，問題係嚟自你自己個專訪。沈之薇冷冷咁望住佢：顧成燕，你想所有人相信你有幾深情，我只係幫你將你嘅心情完整咁講晒出嚟啫。慈善晚宴結束之後，顧成燕同林晚晴徹底淪為全城笑柄，顧氏公司嘅股票應聲跌停。深夜11點，沈之薇返到老宅，收到一封匿名電郵，入邊有一段清晰錄音。錄音入面傳出顧成燕冷酷嘅聲音：只要婚禮完成，沈家承諾嘅融資就會到賬。之薇根本唔適合參與公司管理。等今輪資金過戶，我會慢慢將佢由所有核心項目入邊調走，徹底架空佢。聽到呢段說話，沈之薇坐喺黑暗之中，眼神冰冷如鐵。原來由一開始，顧成燕向佢求婚娶佢，就只係一場圖謀沈氏家產嘅吸血陰謀。第二日深夜，副總程夜華入面抱住一個魚缸，神色憔悴咁嚟到沈家老宅。沈小姐，段錄音唔係我發噶。程爺由袋入面攞出一個外置硬碟，掟喺台上。但係我今次嚟係想俾你睇啲更加嚴重嘅嘢。顧成燕正喺度掏空公司，沈之薇撳開硬碟，入面係一張極之複雜嘅項目關係圖。過去1年入邊，顧成燕暗中將顧氏最核心、利潤最高嘅訂單全部分批轉移到一間名叫晚川顧問嘅公司。而呢間公司嘅實際控制人，正正就係林晚晴。佢想整一條完全脫離沈家嘅供應鏈，將顧氏嘅資產逐啲蠶食乾淨。程爺苦笑住話，但佢幫林晚晴準備嘅晚川公司入面，所有關鍵合約都寫明可以隨時切割嘅條款。一出事，林晚晴就係替死鬼。沈之薇望住熒幕，突然徹底睇清楚顧成燕嘅真面目。顧成燕從來冇喺兩個女人之間搖擺過，佢將每一段關係都設計成自己嘅退路。沈家係佢嘅資金庫同信用背書，林晚晴係佢嘅避稅空殼同私人後路，而程爺呢班創業兄弟就係隨時可以拋棄嘅替死鬼。魚缸入邊有一條反咗肚嘅金魚，呢個時候突然擺動尾巴，重新游咗起身。周姨指住條魚話：睇下。扮死咋？沈之薇冷笑，扮得耐，只怕連自己點死都唔知道。程爺望住沈之薇，沉聲話：沈小姐，我想保住顧氏，但顧成燕已經癲咗。沈之薇收起硬碟，好，我成全你。第二日，沈氏集團官方發出重磅公告，沈氏城南超級工程重新公開招募唯一合作夥伴。招募條件極之苛刻，資金絕對透明，供應鏈徹底獨立，實際控制人同關聯交易必須100%披露。消息一出，商界震動，因為呢項規則精準咁卡死咗涉嫌財務造假同關聯交易嘅顧氏同晚川公司。顧成燕好似發癲咁打電話嚟：沈之薇，你明知道晚川嘅情況，仲故意搞呢個公開篩選，你想逼我承認關聯交易？我冇逼你報名。沈之薇冷冷咁答：沈之薇，我哋係夫妻。顧成燕咆哮住話：新婚夜你走嗰陣，點解冇記得我哋係夫妻？沈之薇直接收咗線。
下晝，顧成燕喺公司堵住咗林晚晴。林晚晴正攞住晚川嘅資料，準備去投標。見顧成燕攔路，頓時尖叫：你俾我嘅晚川公司根本係間空殼公司，所有風險都落晒喺我名下。晚川本來就係一個試驗項目。顧成燕怒口：你攞私下錄音喺晚宴上毀咗我，你而家仲想搶我嘅項目？當初你攬住我講，只要晚川做得起，你就唔使再睇沈家面色。林晚晴眼眶發紅：我陪咗你咁多年，最後連一句我哋都唔配擁有。將晚川啲資料交出嚟，顧成燕夾硬屈手去搶。林晚晴由手袋攞出一支微型錄音筆，瘋狂大笑：你以為我冇留後着？你每次叫我簽違規合約，我都有錄音。你想毀咗我，我就先整死你。兩個利欲熏心嘅人喺辦公室入邊扭打埋一齊，打爛咗無數獎杯同文件。昔日所謂嘅真愛同深情，喺赤裸裸嘅利益面前，徹底變成一場臭氣熏天嘅狗咬狗。沈氏超級項目嘅現場招募會喺市內頂級酒店舉行，20幾間大型企業嘅代表全部到場。顧成燕穿戴整齊，企圖作最後掙扎。林晚晴就着住一條紅裙，帶埋律師，高調出席。兩個人坐喺第二排，眼神好似刀一樣喺半空交鋒，恨不得將對方碎屍萬段。台上嘅主位擺住一張深色木凳，上面冇放任何公司嘅名牌。沈之微坐喺側邊嘅主審席上，神情嚴肅。陳述環節開始，顧成燕第一個上台，佢極力展示故事過往嘅業績，企圖將所有功勞都歸落自己身上。最後，顧成燕當場提交咗一份密封文件，義正詞嚴淡講：為咗項目安全，我要舉報另一間競爭對手晚川公司。林晚晴女士長期透過私人關係干預商業運作，涉嫌偽造合約、非法轉移資產。晚川公司根本就係一間信譽破產嘅空殼公司。台下嘅林晚晴怒極反笑，直接拎住文件袋衝上台。顧總想講誠信，好啊！大家一齊講。林晚晴直接將一部高功率播放器接駁現場音響，一陣刺耳嘅電流聲過後，顧成燕清晰嘅錄音瞬間響遍成個會場。第一段，晚川只係後備通道，真係出咗問題，所有責任都係法人負責。第二段，等婚禮搞掂，攞到沈家嘅融資，就將沈之微嗰個蠢女人踢出公司。第三段，林晚晴情緒容易失控，有需要嗰陣捉住佢就得，股份1分都唔可以俾佢，佢居然仲當咗真，全場嘩然，一片死寂。所有企業家、記者、投資者，全部用望垃圾一樣嘅眼神望住台上嘅顧成燕。顧成燕塊面慘白如紙，手腳冰冷，呢啲錄音係剪接過噶，全部都係假噶。林晚晴將硬碟狠狠掟落佢塊面，偽造嘅，原檔就喺呢度。顧成燕，係你教我嘅，呢個世界只有揸喺手入邊嘅籌碼先至係真。你當我係替死鬼，我就拉埋你一齊落地獄。顧成燕發晒癲膽，捉住林晚晴隻手腕，整垮間公司對你有咩好處？至少你呢個偽君子都唔好旨意得到。林晚晴歇斯底里啖狂笑。顧成燕成個人癱軟喺地下，轉頭望向沈之微，爬到台前苦苦哀求：之微，你聽我解釋，我想擺脫沈家，係因為我唔想永遠俾人話我靠外父食軟飯啊！我只係想證明自己，踩住我，用我翻嚟嘅錢去證明你自己。沈之微居高臨下啖望住佢，字字誅心。副總程夜喺台下冷冷補充：顧成燕，你創業到而家，所有之微傾翻嚟嘅大單，全部俾你寫入自己嗰套創辦人奮鬥故事入邊。你唔單止踩住佢，你仲想吸乾佢嘅血。顧成燕成個人劇烈震住，指住林晚晴大嗌：係呢個毒婦，新婚夜係佢我話吞藥自殺，我先至趕過去嘅。林晚晴冷笑住抹走眼淚：我係咗你，我嗰晚只係吞咗2粒維他命。
但係我一發信息，你唔係即刻報告到過嚟咩？顧承燕，你過去根本唔係為咗救我，你係想向沈家證明你隨時都可以擺脫沈之微嘅控制。狗咬狗嘅醜劇喺聚光燈下暴露無遺。顧承燕所有嘅尊嚴、體面、事業同埋形象喺呢一刻徹底崩塌粉碎。顧承燕失魂落魄淡，癱坐喺台前，突然好似諗起咩淡，指住沈之微大吼：嗰啲匿名錄音係你安排人偷拍偷錄嚟陷害我，係咪？沈之微輕蔑淡搖咗搖頭，拍咗拍手，身後嘅技術人員隨即撳着全場嘅大熒幕。熒幕上清楚顯示出錄音來源嘅 IP 地址，竟然就係顧承燕自己辦公室內置嘅智能會議監控系統。嗰套監控系統係顧承燕當年為咗防止員工偷懶、防止合作夥伴反口，特登花重金私下安裝嘅保密系統。系統會自動同步同保存佢呢3年以嚟每一次陰謀對話。而將呢啲錄音公開嘅，正正就係俾佢無情辭退兼扣起人工嘅行政主管顧承燕。你機關算盡，防備晒所有人，最後卻俾你自己嘅算計親手送上死刑台。沈之微把聲響亮而清脆，顧承燕好似俾雷劈中一樣，成個人仿佛俾人抽乾靈魂嘅軟體動物，跌坐喺地下。林晚晴癱坐喺地下，一邊喊一邊笑，好似一個癲婆。沈之微企起身，行到台前嗰張唯一嘅木凳旁邊，將張凳慢慢轉過嚟，面向全場。你哋係咪都以為今日坐上呢張凳嘅公司就可以攞到沈氏嘅訂單？沈之微朗聲問。林晚晴同顧承燕同時抬起頭。側門慢慢打開，真正嘅項目合作團隊由隔離會議室魚貫行出嚟，手上已經攞住簽好咗嘅合約。沈之微冷冷望住地下嗰2個人，呢張凳由一開始就唔係準備俾合作方坐，呢張凳係專登留俾你哋呢2個小丑，當住所有人面前講真話嘅。顧承燕塊面最後一絲血色都退晒。你由一開始就喺度玩我哋。我冇逼你轉移資產，冇逼你偽造情信，更加冇逼你喺新婚夜掉低自己個老婆。沈之微眼神凌厲如劍，係你哋自己嘅貪婪同埋惡毒，一步一步將你哋送入地獄。顧承燕爬過去，想伸手拉沈之微嘅裙腳。之微，我錯啦，我真係知錯啦。求下你俾我一次機會，我將公司俾你，我一樣嘢都唔要。3年感情，難道你對我真係一啲感覺都冇咩？沈之微一腳踢開佢隻手，眼神入面冇恨，只有無窮無盡嘅厭惡同冷漠。有，就係因為曾經有，我先至替你撐足3年。但我嘅感情係俾人嘅，唔係俾吸血豺狼嘅。沈之微居高臨下淡俯視住佢。顧承燕，你以為你失去嘅係沈家嘅支持？唔係，你失去嘅係我曾經放喺你身後嘅所有底氣。而家我將屬於我自己嘅一切全部攞返嚟。沈之微轉身離開，步伐堅定，再都冇回頭望過一眼。身後傳嚟法警同稽查人員入場嘅聲音。顧承燕涉嫌職務侵佔、逃稅、漏稅同非法轉移公司資產，當場依法被帶走調查。林晚晴作為偽造合約同非法關聯交易嘅共犯，同樣俾人鎖上冰冷嘅手銬。半年後，顧氏集團經過全面重組，鏟走咗所有違規項目，由程爺聯同核心股東重新接手，保住咗普通員工嘅飯碗，亦徹底清除顧承燕留下嘅所有痕跡。顧承燕因為職務侵佔罪同經濟犯罪，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名下所有物業同車被依法查封拍賣，最後落得身無分文、身陷牢獄嘅慘烈下場。監獄入面，佢着住囚衣，每日都過住暗無天日嘅苦日子。佢終於諗翻起以前屋企嗰啲溫馨嘅佈置、可口嘅飯餸、順暢嘅資金周轉，從來都唔係憑空出現，而係沈之微喺背後默默付出咗無數心血。
林晚晴賣走咗所有名牌奢侈品同埋手袋，依然輕住一身巨債，仲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灰溜溜啖逃離呢一座城市，淪為人人喊打嘅落魄老鼠。而沈之微亦徹底告別咗過去，佢冇留喺沈氏繼承家業，而係接手咗城南一間荒廢嘅舊家私工場，將嗰度改造成一個專門幫助離婚、生活困頓嘅女性重新獲得新生嘅共享手藝空間。開業呢一日，陽光明媚，助手周怡搬嚟一個大玻璃樽，入面裝滿紅色喜糖，正正就係半年前婚禮剩低嗰批。小姐，啲糖又冇做錯事。周姨笑眯眯膽講，分俾啲嚟開工嘅後生女食，等大家甜甜個嘴。一班後生女仔圍過嚟，歡聲笑語啖分住糖果，紅色糖紙喺陽光下面折射出璀璨光芒。工場正中央擺住嗰張修復好嘅黑胡桃木大台，經過沈之微幾個月親手打磨同上油，原本破損腐爛嘅台腳已經上嵌入堅硬嘅新木料，舊有嘅裂痕依然睇得到，但成張台已經極之平穩堅固啖重新企立喺天地之間。首富沈靜婷孖住雙手行入嚟，繞住張台行咗3個圈，敲咗敲台面。今次企得幾穩。沈之微遞咗張砂紙俾佢，笑住講：爸，唔好淨係企喺度睇，過嚟幫手打磨。沈靜婷瞪咗個女一眼，嘴上鬧住我堂堂一個首富，竟然要幫你做下手，對手卻極之熟練淡接過張砂紙。周姨端住3杯熱豆漿行入嚟，今日冇落鹽。3個人坐喺大木台旁邊，開開心心啖飲住豆漿。陽光由高高嘅窗戶灑落嚟，照亮咗木紋上每一個重生之後嘅細節。黃昏，沈之微執好工場，由櫃桶入面攞出半年前嗰隻結婚戒指。佢冇掉走，亦冇懷念，而係當場將隻戒指鬆入一個榫卯結構嘅木盒入邊，再嚴密無縫啖扣好。呢個木盒將會成為工場學員學習傳統工藝嘅第一件樣本。過去嘅傷害同恥辱，最終都化成滋養新生命嘅養分。行出工場，爸爸嘅車已經停喺門口。沈靜婷降低車窗，上車，請你食熱辣辣嘅栗子。沈之微笑住坐入後座。駕車慢慢行駛喺寬闊嘅大路上，窗外嘅霓虹燈一盞接一盞亮起。沈之微剝開一粒滾燙嘅栗子放入口，味道軟糯香甜。離開一段錯嘅關係，唔係要將過去連根拔起，而係將曾經寄託喺其他人身上嘅重量，一點一點攞翻俾自己，將尊嚴攞翻嚟，將名譽攞翻嚟，將自己人生嘅主導權攞翻嚟。駕車駛向光明嘅前方，而嗰張修復好嘅木台就喺溫暖嘅燈光下挺拔而堅硬，啖企立住。